建議出咗嚟之後呢，如果社會上有好強烈嘅聲音係不接受嘅話，我覺得過往2個禮拜市民係睇好清楚有2種嘅做法喺議會。一種嘅做法呢，係會針對個焦點，針對市民提出嘅訴求，向政府反映，希望能夠有一個建設性嘅建議出嚟。另外一種嘅做法呢，就係話有理冇理反台，係嘛，宣戰。喺咁嘅情況底下呢，政府點樣做呢？政府只可以係有一啲建設性嘅建議，針對焦點能夠改善得到，而符合市民大眾嘅訴求。我覺得2種做法呢都可以咁做，市民係好清楚睇到，就唔係好似李主任所講嘅所謂愚民。市民係好清晰、好心水清嘅，所以你睇到修改咗個財政預算案係普遍受到市民嘅歡迎。如果喺修訂之前，你又要求財爺要即時派發，到佢修訂咗即時派發，你又鬧佢冇長遠計劃，派又鬧，唔派又鬧，係又反，唔係又反，係咪咁嘅態度呢？所以如果我只覺得我自己希望係能夠平靜理性呢，係去處理而家目前嗰個困局。而家係有個困局喺度嘅。不過我諗個原因嚟講呢，就係話，譬如政府佢有2個問題，一個嚟講話喺出台嘅時候，究竟能唔能夠掌握到嗰個民情民意？呢個係好重要。第二個，我哋作為議會係咪需要用一個理性和平嗰個態度同埋言行，係去處理一啲不滿意嘅情況，唔好令到個社會呢係一個所謂去到一個所謂臨界點。